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1月19日，神选之王，永恒的眼光。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9章。RPG 我们来祷告的金句记载在29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有一位派翠克·兰奇欧尼，他也是一位很有名的管理大师，一位畅销的书籍的作家。他在这一次的领袖高峰会议里面讲了一句让许多的人很感动，特别是我知道有几位不是基督徒的商人，他们参加这次领袖高峰会议，透过他一席话的分享，特别是这句我不害怕，因为上帝与我同在，我是为此而生的。他们非常感动，怎么会有这种眼光？这个眼光是在这世代多变化的时代，在这个局势经济不是那么确定的国际的情况下，怎么样的眼光是可以让我们当今在做决定的时候可以不害怕？而且这个不害怕不是自我喊话，而是真实的知道有一位比我更大，他是爱我的，他有能力，他要带领我，与我同在。他为什么要与我同在？是因为他让我因为爱被出生，因为此时此刻这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决定，我是为此而生的。这个很让人感动，因为在很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怎么也活出那个意义跟精彩？我想这是身为人跟动物被造的动物所不一样的。当我们感受到我们被爱我们的天父无条件的爱，不论我们好坏，做对做错，他都爱我们。这个很真实，很让人松一口气，然后可以全心来依靠。所以真的是天父的爱就是这么有影响力，就是太好的消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必带领我们。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做的够不够，我们做对做错，而是我们真实去贴近神的心意。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呢？当然今天的金句 RPG 祷告的金句会让人只读字面意义，还不知道神永恒眼光的人会很揪心。特别今天我们在教会是感恩节的主日，我们当然要感恩我们的父母，我们身边重要的兄弟姐妹，甚至我们因为结婚，公公婆婆，我们的姻亲的关系，特别是我们重要的另外一半，我们要感谢从神的眼光，永恒的眼光，我们感谢他们在我们身上陪伴的这段重要的时刻，抚养我们。但神在这里要我们有永恒眼光，也为了我们的至亲，使我们真知道怎么样做，让我们以及我们的家庭都能够在永恒里面得着那永生，那是重要的。那个经文说必要得着100倍。哇，我们做的决定是投资
还是消费？我们过去的这个生命里面，过了就过了吗？那就是消费性的，还是我们是投资呢？投资在属灵，在天国里面，那么我们要承受的是，我们要领受的是那永生。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个章节里面是给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我们有没有去配过眼镜英业牧师最近配个眼镜，发现左眼跟右眼哇，竟然差了1倍以上。难怪我觉得非常的吃力，是因为我的右眼开始有白内障，而且它长的位置就在我眼睛的中间，就是我黑眼球的中间，所以让我的眼睛的度数竟然800度，可是我的左眼，我原来的就只有400度，哇，增加了1倍。当然我看不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如果被遮住以前我的阿嬷都说你把眼睛顾到什么阿嬷就是我们的眼睛如果被一些世界上的事情遮住了，好像白内障，我们的眼睛混浊了，这中间我们当然看不清，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重要，我们就没办法来选择。今天19章这一位王耶稣，神选之王，带领我们有永恒的眼光，看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做选择。首先我们能看到这个有钱的少爷他提出了挑战他说我都做了，那我还有我是不是这样子，还有什么我没有做的呢？我可不可以得永生这个耶稣讲了说，哎呀，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有钱人要成为天国的子民多难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如果你要达到更完美的地步，要卖掉你所有的，把钱捐给穷人，你就会有财富积存在天上，然后跟随我。那青年一听见这话，垂头丧气就走了，因为他非常的有钱。我再告诉你们，有钱人耶稣说有钱人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那这样说起来，谁能够得救呢？在天国里谁能得救，谁能有永生？在人当然不能，因为我们永远都是罪人，我们有那个罪性在。当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审判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在永生那一边，但耶稣为我们死，替我们赎罪，把我们赎回来，从那个罪恶的深渊赎回来。我们原来是有罪，死路一条，他给我们活路，因为替我们死，代罪的羔羊，使我们有生命。所以在人不能，在神事事都能。所以我们哪有不撇下一切跟随神的呢？英业牧师有一位应该现在已经是师母，但过去不是。在他人生过程中都是读第1名北一女，都是这个政大最好的，因为那个科系大众传播，政大是比台大更有名。但他在人生最精华的时候认识不是基督徒的一位已经很有名的编剧。那他的母亲不能接受，因为这个编剧其实只有这个师大附中，那时候国中部没有毕业，甚至连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他一直觉得怎么算都不合算，我的女儿是政大这个系所里面最高分毕业，这么优秀，你竟然选择要去嫁给一个虽然已经有很有名的编剧，电视的编剧，但你国中都没有毕业，虽然他学养才华非常好，而且还去信主，所以他的母亲他的父亲是所谓的这个地主，
他说你如果结婚的话，你跟这些继承都没有了，你家里跟你隔绝这个我们母女的关系，父女的关系，甚至这个女儿后来他们夫妇成为传道人，开拓一个教会。哇，经过几十年以后，这个妈妈终于尝到主恩之味，因为在她人生生病的一个重要的阶段，经历到上帝的爱带来完全的身心灵医治，也跟她恢复了那个和好关系。这个母亲说，你怎么不早一点把耶稣介绍给我？我的所有一切都要给耶稣，怎么不早一点让我有这个永生的眼光跟价值？我们苦苦的痛苦了这几十年。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好不好，我们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从永恒的眼光。现在我虽然被误会，在至亲里面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主啊，你帮助我可以从你永生的眼光来看今天，那么我就可以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是和天国的这个价值。我们明天就要来讲天国的价值，在量衡的当中真的就不一样。我们现在或许会害怕，真的，我们怕人的眼光，是吗？神说不要怕，他说他要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为了神的爱，为了此时此刻而生的。神要我们勇往直前，他与我们同去哦。我们来默想永恒的眼光，让我们看的世界哪里变得不一样？我愿意为此付出什么改变或代价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鼓励我们，提拔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高度有那永恒的眼光，看见啊哈，原来现在这关键的时刻，主啊，你要我们做出关键的抉择，就是从你的眼光，永恒的眼光，做出现今那关键的决定。主啊，让我们专心的只有仰望你，只见你一人，我们不看别的，不看别人的眼光。主啊，让我们全心来依靠你，因为在人真的不能，但主你凡事都能。恳求你帮助我们单单依靠你的爱，因着相信。主啊，我们带领我们身边的人做重要的决定，使我们能够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因为你要我们一人受洗，我们全家都要得着永恒，得救。谢谢你的应许，你的应许必要应验，成为我们今天的勇气跟力气。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我们今天有永恒的眼光，我们看见神的给我们的亮点哦。我们明天见。